如果大家有留意嘅話，近期我喺 Facebook 啦、IG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都冇更新到。首先非常之多謝大家嘅支持，原因並唔係因為我懶啊，而係我為咗寫一本書而中咗降頭。以前成日睇戲啊，聽親啲鬼故都話中咗降頭會有啲咩特徵嘅咧？就係眼球嗰度咧會有條黑線嘅。咁我初初都唔信嘅，但係喺我中完降頭之後，真係冇得唔信。我俾大家睇下，呢個故事又真係教訓我哋做人唔好咁八卦，理埋嗰啲咁嘅是非嘢。仲有就係唔好太有好奇心啊！我咧就係因為太有好奇心，撳咗某一條影片之後就中咗降頭啦。歡迎翻到嚟藍骨之故事頻道，今日我會由頭講起，到底呢一段時間發生咗啲乜嘢事㗎？本來咧我就寫緊另外一本書嘅，但係喺我寫緊嘅期間發生咗一件事，令到我覺得我一定要將成件事都記錄落嚟，所以咧就有呢一本書嘅出現啦。至於本來我寫緊咩書啦，喺書入面咧都有講過嘅。事緣啦，就係我有一日喺 Thread 嗰度就睇到一個叫做余嘉玲嘅女人，佢喺上面咧就分享咗佢老公出軌嘅經歷。佢嘅第一個 post 咧係 post 喺3月尾嘅，內容大致上就係當佢同佢老公結完婚擺完酒之後咧，因為工作嘅關係冇時間去還翻件婚紗。所以就拜託佢嘅妹妹幫佢還婚紗。點知嗰一日佢去同個客開會嘅途中，就見到佢老公同埋佢妹妹行咗入酒店。余嘉玲咧就立刻跟住佢，見到兩個人手拖手咁樣入咗 lift 上房，但由於佢冇酒店嘅房卡，所以上唔到去。你哋冇聽錯。呢一個余嘉玲嘅丈夫嘅出軌對象，竟然係佢嘅親生妹妹，而且仲要係着住佢件婚紗去佢當日擺酒嘅嗰間酒店嗰度出軌。首先咧，想等大家對成件事個腦海有一個大概嘅人物關係圖，咁我介紹下一啲人物先。咁個女事主咧就係余嘉玲啦，而佢丈夫叫做許樂祥。佢妹妹即係出軌嘅女主角啦，就叫做余嘉琪，仲有女主角嘅爸爸媽媽啦。之外啊，轉頭仲會介紹兩個人嘅，就係落降頭嘅阿贊馬同埋阿贊馬嘅師傅阿贊峰。點解我會知道晒上面嘅人名咧？原因係因為我為咗查清楚成件事嘅來龍去脈，我幾乎係訪問晒上面嘅所有人㗎。之後咧，我就會慢慢同大家詳細咁樣講發生咩事噶啦。本小説入面咧，亦都圖文並茂咁樣記錄咗成件事嘅發生嘅。余嘉玲喺 Thread 上面咧，除咗出軌嘅嗰個 post 之外咧，都有持續咁樣去更新噶。但係真正吸引我嘅咧，並唔係嗰啲出軌嘅八卦嘢，而係余嘉玲為咗挽回佢丈夫嘅感情，走去揾降頭師幫手。阿贊馬嘅阿贊，即係老師咁解。呢一個自稱由泰國嚟嘅阿贊馬咧，喺香港營業咗一間佛堂嘅。喺余嘉玲往後嘅 post 嗰度啦，都有詳細講到佢揾阿贊馬嘅時候嘅經過。我咧就上網揾到呢一個阿贊馬嘅官方網頁，仲有好多嘅客戶對話添。嗱，我之前咧就寫過一本關於詐騙嘅小説嘅，咁所以我一眼咧我就覺得呢一啲對話非常之奇怪啦。任何人使用文字信息咧，其實都會有少少個人嘅習慣嘅，就好似一啲小動作啊、口頭禪啊咁樣樣。而佢個網頁嗰啲所謂成功案例嘅信息咧，全部嘅錯別字都係一樣啊。例如個左字打咗左右個左啦，打電話俾我嘅打俾我，打咗比較個比啦。仲有嗰啲用 emoji 嘅習慣，無論係個客定係阿贊馬兩個人啦，都好中意喺句子嘅尾嗰度用 emoji。雖然啦，咁樣都唔能夠一口咬定佢哋客戶同埋個降頭師係同一個人嘅，畢竟有好多人啦都會打呢啲錯別字啦，同埋而家我哋習慣打信息嘅時候都會用 emoji 嘅。
只不過仲有另外一個疑點嘅，就係客戶嘅信息入面啦，經常都會特別註明啊，做法事嘅係泰國師傅。即係你入去一間泰國嘅餐廳食飯，你作為客人，你唔會不停咁樣喺嗰啲食評嗰度講話呢一間泰國餐廳嘅泰國廚師真係好好手勢啦咁樣噶嘛。所以嗰啲咁嘅成功案例，好明顯就係阿贊馬自言自語嘅時候，有企圖地去推銷自己嘅。咁呢一種宣傳手法，我一眼就睇得穿。正常人啊，去到嗰個網頁都應該唔會上當嘅。咁但係余嘉玲喺短期內經歷咗丈夫出軌啦，佢親人又背叛佢啦，咁傷心欲絕嘅佢就可能冇咁理智啦。本來我一開始覺得咧，呢一個阿贊馬就係一個神棍嚟噶。之後我仲踩咗上去佢嘅佛堂嗰度，同佢問一啲關於余嘉玲嘅事嘅。但重要嘅係余嘉玲嘅 thread 咧，喺4月2號仲貼咗一條冇畫面嘅聲帶，就係因為呢段聲帶而搞到我中咗降頭。嗱，而家咧我就會播放呢一條聲帶，咁但係放心，我只會節錄一少少嘅部分嘅啫。咁但係如果你都係擔心嘅話咧，你可以直接飛去5秒至10秒後嘅。為咗知道呢一段錄音嘅內容係講啲乜嘅啦，我就用手機嘅翻譯軟件啦，俾佢聽住個錄音，然後結果翻譯出以下嘅文字。之後我就用呢一段文字翻譯成中文，但係可能錄音嘅背景咧雜聲太多，所以只係得到一堆意思散亂嘅詞彙啫。之後我就直接試下將嗰段泰文咧複製去 Google 睇下發生咩事啦。結果得出嘅泰國網頁咧，其實種類都有好多唔一樣嘅，有啲新聞內容啦，有啲就係二手買賣平台啦，有啲又賣車嘅，有啲就係一啲個人嘅社交平台咁樣樣。咁但係之後啊，我將個搜尋結果轉移到去圖片嗰度啦，就出現咗同一個黑色嘅佛像。圖片呢一個黑色嘅佛像啦，吸引到我注意嘅係佢嘅雙手係握住一塊好似餅咁樣嘅物體，而佢仲食緊添，而剛好啦就符合翻頭先我翻譯出中文嘅文字，不安地進食太陽同埋月亮啦。之後我再調查過，原來呢一個神像啦係叫做拉胡天神，亦都對應咗頭先翻譯嘅文字嘅第一句嘅。呢一個神明咧，係源自於印度神話入面其中一個阿修羅，而佢嘅稱號咧叫做食小人佛。信眾會祈求呢一個拉胡天神幫忙辟邪啦，驅厄運啦。咁所以咧，我喺好多唔同嘅泰國網頁咧都會見到呢一段文字，而文字入面嘅太陽同埋月亮，其實就係指太陽經同埋月亮經。泰國有好多寺廟喺消災法會入面咧，都會朗讀呢兩段經文嘅。咁咧就係好有理由相信余嘉玲係揾咗阿贊馬之後而得到呢一段降頭嘅錄音嘅。咁但係明明佢係一個神棍啊，點解會有一個降頭錄音嘅咧？呢一個亦係我走上去揾阿贊馬嘅原因嚟嘅。但係而家咧，我哋就講翻余嘉玲喺 Thread 入面其他嘅分享先。佢第一次去揾阿贊馬嘅情況係咁嘅。當日我一推門入去，就感覺到佛堂嘅氣氛同外界截然不同，冇任何嘅燈光，只係得神壇前面嘅燭光照明，周圍都彌漫住白白灰灰嘅霧，就好似走咗一個充滿能量嘅結界一樣。我仲聞到有一陣濃烈而且複雜嘅氣味，嗰一陣味就好似一啲植物被燒煮時候發出嘅草青味，再加埋臘肉嘅氣味咁啊！喺我入去嘅時候，阿贊馬正係幫緊另外一個客人做法事。我見到嗰個女人垂低頭，披頭散髮，喉嚨發出好似野獸一樣嘅叫聲。阿贊馬盤坐咗喺一張好大嘅木凳上面，背靠住神壇。我嘅視線慢慢往上移，最後
最後停咗喺佛像嘅臉孔上面。我從來冇見過呢一個佛像㗎，全身漆黑，好似惡鬼一樣，有一對好兇惡嘅眼神，張開充滿尖牙嘅嘴巴。佢正喺度吞食住一塊巨型嘅圓形餅。我唔知咁樣係代表乜嘢，但係喺晃動嘅燭光映照之下，呢個神像變得更加具震懾力。大約過咗1個鐘頭，終於都輪到我啦。我跟從上一位客人一樣，除低對鞋之後，跪咗喺佢面前。我將我自己同埋我老公嘅生辰八字俾咗佢。阿贊馬睇咗一眼之後，就將嗰張紙燒咗。然後佢話：呢一世你同你丈夫嘅緣分已經盡咗。我話我唔想失去佢啊。阿贊馬就答我：就算你將佢留喺身邊，佢陪伴過你，乜你仲會愛佢咩？我覺得非常震驚。之前我明明冇同佢講出軌嘅事，但係竟然俾佢一眼就睇得出。之後佢仲問咗我好多問題，關於我嘅童年啦、婚姻啦，一大堆嘅往事。最後佢問我：如果你想挽回呢段婚姻，你願意付出啲乜嘢？我答佢：我願意付出一切代價。好啦，今集嘅故事就分享到呢一度。至於我點解會中降頭啦，同埋其他人嘅訪談啦，陸陸續續都會同大家分享噶。但係由於訪談嘅內容實在太多啦，你諗下，又有余嘉玲嘅訪談啦，佢阿妹啦，佢丈夫啦，佢丈夫嘅媽媽啦，降頭師啦咁樣，咁所以真係講唔晒嘅。余嘉玲又點解一開始只係想挽回婚姻，去到後面竟然將個降頭嘅咒語擺咗上 Thread 呢？我喺影片上面只能夠節錄一啲內容出嚟。如果大家真係有興趣知，又或者等唔切嘅話啦，係可以去各大嘅書局買一本書嚟睇下噶。《老公隱瞞的秘密》呢一本書喺各大嘅書店啦、誠品啦，仲有我資訊欄嘅網店嗰度已經上咗架噶啦。最後咧都要講翻句，而家咧我已經冇晒事噶啦，咁所以我可以如常咁樣更新影片。我係藍橘子，我哋下次見。